大家好，我係林志，嚟自第三組。今日我就要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製作嘅故事書《長島保衛戰》。首先就係人物介紹，分別有好菌菌、欣欣、腸腸、欣欣嘅媽媽、大腦同埋壞菌菌。呢度係欣欣，而呢度入邊係佢嘅長島秘密基地。我係好菌菌，係腸腸嘅好幫手。我係欣欣嘅大腦，負責控制佢嘅思維。我就係欣欣嘅超級腸腸，負責處理佢攝取嘅營養。大腦、腸腸同埋好菌菌都在欣欣嘅身體入邊，喺秘密基地控制住佢嘅活動同埋決定。大家有各自嘅任務，大腦負責掌握思考，腸腸同好菌菌就負責消化。咁喺放學之後，欣欣就覺得好攰好肚餓，於是就決定去快餐店嗰度啦。哇！嗰個漢堡睇落好好食喎，就我中意嘅雪糕添。但欣欣最中意嘅食物唔單止缺乏營養，而且仲包含咗各種有害嘅加工成分，例如膽固醇、糖等等。喺每次欣欣食完嘢之後，大腦、腸腸同好菌菌就分工合作。腸腸就話：欣欣食完嘢之後，我就忙住吸收消化食物，吸收營養。而好菌菌就話：我可以調節腸道傳俾大腦嘅信號。大腦就話啦：保持身體健康係我哋嘅共同目標。但係咧，壞菌菌就偷偷潛入咗基地入邊，睇到入邊和樂融融。哎呀，佢哋笑得咁開心，我就要孤獨一人喺牆道入邊，我要拆散佢哋。咁過咗幾日之後，大家都發現好菌菌消失咗咯喎。大腦同埋腸腸就問到：咦，好幾日都冇見到好菌菌咯喎。咁於是壞菌菌就話啦：佢可能偷懶出咗去玩，等我嚟代替佢啦。哈哈，而家就做我做大佬啦。咁大腦咧就發出咗一啲疑問啦。誒，點解成日都記唔起嘢嘅？因最近學嘅知識我都唔記得晒喎。我呢幾日成日都好焦慮不安啊。咁腸腸咧都發出咗一啲抱怨，我又覺得好脹啊，好似身體入邊咧有個氣球咁樣，好難受啊。我上個禮拜又肚屙，而家咧就排唔到便啊。咁同時之間，欣欣咧都覺得成身唔妥啦，佢出現咗失眠、肚痛、記憶力下降、焦慮一系列嘅症狀。咁次嘅警報聲咧，都從欣欣嘅腸道秘密基地入邊傳出嚟。大腦呢時候就話啦：欣欣嘅身體處處都出現問題，我哋一定要諗辦法解決啊！咁腸腸就話啦：你睇下呢度有一排腳印喎，等我哋去洞口探究一下啦。咁呢時候大腦就發現咗有啲嘢啦，你睇下成個血管都佈滿晒腳印喎。咁腸腸都話啦，連神經線都有，唔通係我講嘅足跡？咁佢哋咧就發現咗壞菌菌嘅一啲代謝物。腸腸咧呢時候就話：咦，足跡消失咗咯喎，佢喺邊度啊？咁大腦呢時候都問到：誒，你有冇聽到嗰邊嘅求救聲啊？咁於是腸腸同埋大腦咧就跟住啲腳印去到消化系統嘅角落頭入邊。呢時候好菌菌就開始求救啦：我喺呢度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冇人啊？咁大腦咧同埋腸腸都揾到咗好菌菌，最後咧成功拯救咗佢。大腦就話：唔好擔心，我哋會救你噶。好菌菌呢時候就好開心啦，耶！我終於自由啦。咁於是佢哋三個就終於團聚咗，同好菌菌翻返去總部入邊。但係佢哋應該如何消滅壞菌菌呢？腸腸呢時候就話啦：我知道啦，欣欣應該食多啲健康嘅食物。但大腦呢時候就問到：咁我哋應該點樣說服佢呢？好菌菌就話：媽媽會提醒佢㗎，你睇住啦。咁欣欣嘅媽媽見到個女生病咗，於是又禁止佢再食快餐，並且要求欣欣呢個禮拜就可以食健康嘅家常便飯。欣欣，從今日起，你唔可以再食垃圾食物啦，要食多啲健康嘅食物，例如蔬果。啲食物含有好多有益嘅細菌，可以減少壞細菌入侵腸道，維持腸道微生物群嘅平衡。於是欣欣食咗好多嘅蔬菜同埋水果，當中包括咗膳食纖維、維他命等等。我明白啦。攻擊！哇！我頂唔住啦！點解你咁勁㗎？欣欣究竟食咗啲乜嘢啊？
最後大腦、腸腸同毛桿菌都合力打壞咗壞桿菌，欣欣嘅身體亦都唔再難受，從此培養咗健康嘅飲食習慣。咁透過呢個故事，我哋都想向大家介紹一下腸腦軸線。腸腦軸線係腸道同埋大腦之間互相傳遞物質嘅一個雙向通道，連結住中樞神經系統同埋腸道。腸道嘅微生物群係透過分泌各種嘅物質，以唔同嘅途徑調節我哋嘅新陳代謝、免疫系統，並且影響大腦嘅運作。咁我哋一齊睇下下邊呢幅圖啦。先睇下左邊，顯示住從腸道到大腦嘅信息傳遞。腸道微生物群可以釋放神經傳導物質，影響大腦嘅活動，亦都可以調節血腦屏障嘅緊密連接，同時亦都可以調節感覺神經元，影響傳送到大腦嘅信號，反映腸道環境嘅變化。咁我哋就睇右邊啦，呢度顯示嘅係從大腦到腸道嘅信息傳遞。呢一種傳遞可以改變腸道嘅蠕動節奏，亦都可以調節腸道黏液同埋生物膜，影響腸道嘅環境。同時咧，都係調節腸道免疫能力，更可以透過迷走神經傳出信號，直接控制腸道嘅功能。咁我哋今次嘅分享就結束啦，希望大家可以鍾意我哋嘅故事書啦，多謝大家。